熟知倫常綱紀。今日我哋孫家就要執行家法，將呢對狗男女浸豬籠。給他一分冷靜，讓信心落定。呢個劇嘅主題曲就係由陳秀雯同埋陳展鵬首度合作。唔知 Amy 對於展鵬嘅歌藝有啲咩評價呢？我哋喺大陸開工嘅時候呢，我哋有一次大家聚會喺度唱卡拉 OK 啦，咁我發覺佢嘅聲唔錯嘅，同埋唱歌好有 feel 咯。咁所以今次雖然係第一次合作，咁都有啲期待嘅，希望大家合作出嚟有啲化學作用出嚟嘅歌好聽。臉也是看不清，哭都不准哭到有聲。路要走，但怎麼每一步給擺佈給注定？困於封建的鐵箱，誰肯呼應？不知究竟你是誰，不敢確認。我又是誰？竟跟冷酷時代沉沒做了瓦的布景，經要經得起烈火冰地，等要等到樹負天之情，給他一分清醒，給他一分冷靜，讓信心落定。開要開一口活的水井，當要當決定這不信命，將美夢細心的裝滿瓶，今晚酒量不